开始。自此，龙腾大案的侦破工作终于露出了一线曙光。这块可真像，姑娘，我这岁数大了，眼神又不好，这要认不对，没事。没关系，别急，你慢慢认，认不出来算我的啊。哎，狗志，看不见，开始。对不起，哎，你说，这俩人像不像？像谁呀？像，就像住到你那儿，老来我这儿打电话那俩姑娘啊。你看，像。有点像，有点像。你就这个头发，你看那眼睛，哎呀，看那头发，他一天这个换一个发型。不，他来我这儿是那个盘着的。屋里边放了好多那头套呢。大妈大叔，他们的脸像不像呀？像，这个有点像，这个像，我记得好像他脸上哪个地方有个痣来，是痣还是记？哎，是痣，是痣。你说这啊，好，哎，大妈，您瞅准了？瞅准了，像。好，像。哎，谢谢你们，明白了，王明，来，明白了，走，照相。哎，好，来，洪建、唐军，你们俩盯着啊。马全，影音完成以后，大量复印。是，李东，联系电视台。王一斌，联系报社。是吧？走。老来，做这么像。我看这，哎呀，在陆柏林限定破案日期后的第2天，刘振汉和他的刑警队员们便在雷雷的帮助下，出人意料地根据头骨复原出2个被害女孩的头像。他们在经过了大量细致艰苦的确认工作后，开始向社会公开搜寻被害人的身份。刘振汉和他的刑警队员们心里都很清楚，湖畔女尸案的侦破，无疑是将矛头直接指向聂明宇。这意味着，真正的较量即将开始。自此，龙腾大案的侦破工作终于露出了一线曙光。这块可真像，哎呦，真像那个叫美美的女孩。这就跟变戏法儿看仔细了啊，这是高科技啊。怎么样，小陆？可以开印了吗？开印。童文军，马上批量印刷，分发下去。好。看报，特大新闻！看报，特大新闻！看报，天书日报！我刚刚给我录一下印刷厂的事情，印刷厂的事情今天一定要拿出来，听见没有？哎，你们这里啊，这个在郊区都联系一下的，那些工厂、吃饭了啊！厂还有那些这个街道、派出所这些相关的东西一定要联系起来。这个东西必须得人手一份，知道吗？人手一份，要清楚这个事情。龚倩，你给我密切注意热线电话，一有市民通报，马上行动。是的，来，我直接负责居委会和住宅区，好吧？来吃饭啊！吃饭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亮亮吃饭了，亮亮。妈呀，咱都忙了2天了，哎，这2天可都没见他影啊！
咱都给忙晕了。姑姐，你干嘛去？我找亮亮去。你犯什么傻？都2天了，你上哪儿找他去？那我也得去。回来，谁也不许离开这儿。这个地方是最重要，非常时刻，谁也不许走，1分钟都不行。你也别着急，你们先吃饭，我去找亮亮啊。别给我回来！我现在再说一遍，我跟你们大家再说一遍，谁都不许离开这里，1分钟都不行。亮亮的事情，是我让他放学一回来以后到他妈妈那儿去了。时间紧迫，吃饭。别着急了，走吧。这回刘队不想去龙腾公司也得去了，别着急了。先吃饭，坐下。哭啊？咋不哭了？不闹了。哎呀，你说你也不好好的睡会儿，2天没吃东西了吧？还有劲儿闹呢，真像你那混账的爹！干嘛我害这么惨？我这后半辈子都搭进去了，就得拿你当油。闹。哥，要不给孩子口吃的？小孩子嘛，能怎么样？别饿坏了。你给我把嘴闭上。那老娘们怎么还没来啊？会不会出卖咱们？我认他挺长时间了，估计不会。我先上去透口气儿。老娘们要是送钱来，叫我一声。你好，请问你在哪里？丽敏，你这该死的电话就是打不通。啊，昨天你接过亮亮吗？不是你每天接亮亮吗？怎么了？哎呀，昨天我在学校核实过了，说是亮亮被一个男人接走了。聂总。啊，刘振汉闯进来了，拦都拦不住，好像是要闹事，你是不是躲一躲？我躲什么？我躲他干什么？我从来不躲人。他干嘛来了？是不是找王立敏？那咱管不着。张峰了啊，够活使。张峰。这2个女的，你确定进酒店的时候没有被任何人看见吗？这件事应该说做得很干净啊，不会有什么纰漏吧？那个黑本子到底有没有副本？这样，我密切注意他们的侦查动向。还有那阿强被撞死那事儿，得赶快处理。如果他们大肆调查的话，咱们后患无穷。刘振汉，你每天忙啊忙啊，你忙什么呀？接个孩子耽误你什么了？我告诉你，孩子要找不回来，我跟你没完！我不是在问吗？你干嘛去？你上哪去啊？我跟你讲，哎，哎，你干嘛呀？你别跟我胡来啊！你要找谁去？别让人听。不要废话，我叫你别废话，我怎么废话？你少在这儿。我少在这。你怎么不去接孩子呢？我怎么你为什么不去接孩子呢？你公司就那么忙吗？你公司就那么忙吗？这孩子是不是你的？我想问问，是不是你的？是我呢。什么叫我告诉你？当然是你。我叫你别到这地方来，你怎么到这儿？你现在还跟我说到不到这儿来的事儿，孩子重要还是工作重要？跟这没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，没关系。什么？啊，孩子就应该是我接，你不应该接啊！啊，你不应该接，是不是？你不应该接。我怎么没接？对不对？哎，你就不能
就这样，国内的只不过持续了一点儿。谁让孩子丢了？我爹说孩子丢过吗？孩子丢过吗？我告诉你，孩子真要找不回来，我看你怎么办？你还上你那班是不是？你还破你那案是吧？好，别让人丢人现眼，别让人看见，我们都不别在这吵，别在这吵，别在这。